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8月初8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大雨过了后，南投县林内乡今仔日游园是停班停课，空勤总队帮助撤离58人。屏东南边大圳河一直真侪所在拢做水灾。人力银行针对包包的压力来做调查，发现平均4.8档拢无起薪水，而且一个家庭上无一个月爱有10万块的收入才会当饲囡仔。美台21世纪贸易创意今仔日正式生效，学者建议下一个阶段，政府应该爱甲各产业来找到共识，避免中小企业烦恼成本的问题。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这大雨过了后，南投县林内乡今仔日游园是停班停课，因为山区的交通拢断去，所以空勤总队是赶紧来帮助撤离58人。也那农业部的部长陈吉仲，伊嘛来到清流部落勘查灾情，讲这灾后的这个救助的认定，全部拢会帮忙。空勤总队乌用直升机车白透早来到罗山温泉区进行空中吊挂，前后协助3位受困的民众撤离到仁爱高龙运动场。婆婆还好吗？很好。3位拢是行动无方便的时段，其中一个阁是已经101岁的林水。几岁了？101。他们有怎样？他现在没有。他在里面还好吗？很好。很好哦。很感谢他们啊哈。对，感谢的。民众有条索啊，渡过溪水，除了空中吊挂，消防署也伫塔罗湾溪执行撤离行动。车北阁增加第2组渡溪的索啊，有计协助55个人撤离，其中阁包括红婴啊。想要把他们带出来哦。带出来哦，所以一大早就在等了哦。对啊，他跟他的姐姐在那边。哦，你的小孩子在那边。就是2个啊。他也会出来。对啊。那今天为了抢救的效率，我们会再架设第2组诊所，那一样是把对岸的受困的患者再把他们接送过来这样子。落雨了，仁爱乡农损是真严重。农业部统计，全台农损1亿，南投就占9成。部长陈吉仲透早来到清流部落勘灾，关心这季受损的状况。在仁爱乡的所有的农作物都符合天然现金再救助，我们今天就会立即的来公告。那农民如果10天内没办法到乡镇公所来申报，我们也会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展言。目前包括立行产业道路52公里处帮落，仁爱乡阁有真侪另外道路也拢受损。但吉中也强调，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公告了后，农民若是无法度到乡镇公所申报，拢会放量认定标准。记者南投采访报道。另外，咱要继续来看到屏东的南边是对半暝开始，这大圳河就一直落，结果咧雨水消透袂离，真侪所在拢做水灾。现场这居民是唔敢困，所以因是泡透暝吼，甲这个家具拢刷好走。因那伫高雄的山区是连续落几啊天的大雨，南环的明霸客路这条便桥，伫个抢修了后，今仔日早起7点开放通行。民众撩水通行积水淹过骹目，连车经过拢爱真细意。屏东南边车北半暝到透早陆续有强降雨，排水袂赴，造成永乐村真侪所在积淹水。来到当地居民的徛家积水本来淹到顶仔骹，到透早才提去，互居民规暝烦恼甲唔敢困，用刀啊还是砖啊将电视碰伊自好悬，就惊水淹入来。公啊，雨落最大，公啊直接水拢冲出来。哦，伊遐较悬。嘿，拢从啊下伫阮这边过来。大雨来到淹水，唔拿徛家乱七八糟，上班读册嘛受影响，互居民搁气搁无奈，希望政府会使设法解决淹水的问题。南怀公路满南面磅空附近，阁发生崩山，车北透早大约10点，土石对山壁一直落落来，公务单位要等石头要搁落了后才来清理。民霸客路桥更变桥，顶礼拜互土石流降歹，车北透早开放通行。在安全的情况之下，今天早上7点呢，我们民众呢就透过这样的铁桥，可以让他们在里面受困这个3天以来终于可以出来了。那我们也有准备接驳的我们高雄客运。
民巴克鲁桥更变桥封起来，互桃园、拉夫兰等三里变做孤岛。碳山区雨势缓和，透早开放，互人行了后，民众赶紧摕行李离开部落，也是去读册。溪底便道嘛，估计12抢通，互车会使通行。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屏东高雄报道。风台带来的这波西南气流是为南部带来真济雨水，曾文水库的蓄水率即马已经来到54.3%，家己的水情已经恢复正常。也那台南的这水情嘛已经转做青灯，也毋过这阵大雨嘛，互台南桂林有一个收水池厝顶记载袂了，全破去。大水雨甲厝顶冲破去，台南桂林这间游泳池出现大雨，正做水墙的画面，互民众惊一条。哦，迄会使雨足大，足大所以迄瀑布就足大，迄水拢溢出来整个这边旁边都是水。台南桂林透早上大雨，1点钟超过20毫米，造成游泳池18区的厝顶破坑。相关单位嘛赶紧回勘，讲已经处理。之前有阵子修缮这边，因为它真的已经太久、太老旧，上面那个铁屑已经锈蚀，都已经太严重了，所以只要那个力量过大，或是瞬间雨量过大，它有时候撑不住，它就会破掉了。也马上会勘了其他的单位，然后也获得了我们的局势首长的同意，马上第一时间答应要赶快来尽速完成它。台南指定2条里162乡道，透早10点左右，因雨落甲正强，山边的土石拢放起，区公所已经派人处理。这波西南气流带来水汽造成灾害，不过嘛，互南部水库顺利止水大。南华水库位测试透早9点就满出来，已经一流5天。那南华水库就在南部上大的曾文水库，测试的蓄水率是2.3%，到初八9点左右，蓄水率已经升到超过5%。经济部搁伫7市宣布，该县市水情转做正常，台南市水情为黄灯转做青灯。东门水库跟乌山头水库2个水库的合计只是3.32亿左右的一个蓄水量，因为目前是在汛期近来西南风持续在做一个影响，只是它幅度越来越小。那目前整个集水区还有一些降雨，当然那陆陆续续有一些径流量进来南部水情的旱象是有很大的一个缓解。南水局强调，目前南部水情虽然缓和，不过嘉南区也该提供第1甲第2组农业用水，爱搁关人士农作物万当的用水需求，初估水量爱达到3.5亿至4亿，目前也会继续讨论用水调度。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2023年开达暨南论坛今仔日起稿，主要是要来讨论台海的情势、甲经济安全等等的议题。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也受到邀请来发表演说，伊是强调区域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讲日本爱带头来展现用武力保护台湾的态度。经过3年，外交部举办的开达暨南论坛恢复实体举办。重点讨论台海情势、甲经济安全等等的议题。总统蔡英文亲身去参加。致辞的时阵，特别感谢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伫在生的时阵大力推动印太战略，凸显台海和平的重要性。Taiwan does not take our security partners' backing for granted. While we don't seek military confrontation and hope for a peaceful, stable, and beneficial coexistence with our neighbors, Taiwan is always ready to defend our democracy and way of life. 蔡总统强调讲，台湾会把责任担起来，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安倍政党的盟友，也就是前日本首相、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嘛受到邀请来台湾参加。伫演讲当中，讲到日本、台湾甲美国爱共同发挥合行甲主动的力量。也若日本会大声展现为着维护台海安全，可能动用武力防卫台湾的態度。戦う覚悟です。いざとなったら、お金かけて防衛力持ってるだけではダメなんだ。それをいざとなったら使う。台湾の防衛のために、台湾海峡の安定のために、それを使うという意思、明確な意思を相手に伝えて、それが抑止力になると。麻生太郎指出，日本已经有几项国防改革，包括结合陆海空军，提升自卫队应对的能力。
不过，伊嘛强调讲，台海和平稳定是国际共识，伫这区域内底无应该发生战争。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拜登伊是来签署美台21世纪的贸易倡议，伫今仔日正式生效。对咱国内这包括科技、农产品等等的产业是拢真有帮助的。学者就建议讲，其实后一个阶段咧谈判，政府就应该爱甲各国产业来找到共识，避免一寡中小企业来烦恼成本的问题。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实施法案签署完成，宣告正式生效。实际伫台美之间建立明确的法律义务关系，促进台美双方的贸易甲投资，而且伫咧时间内有效果解决台湾贸易商出口去美国会拄到海关通关的问题。第一阶段所谈的有3个议题都是制度性议题，这个实际上都是在提升我们政府的行政效率跟未来决策的品质，然后增加我们产业对于整个未来法治环境透明化的这个掌握。台美倡议正做拜登就任了后，头一个签署的对外经贸协定，嘛暗示美国向全世界释放一个明确的信息，各国拢有权利会当甲台湾发展更加亲和的经贸关系。若拜登针对美台后续的协商表达关切，学者认为讲这是美国内部的问题，无涉及台美关系。过去的做法是在谈判过程当中要去征询国会意见，但是这个协议因为拜登把它定位成的是一个行政协议，不需要国会的授权。那我觉得这个只是他们内部的问题。国内现有出口去美国的厂商，包括农产品、甲电子、电器产品等等，拢正做直接受惠的对象。伫未来后一个阶段的谈判，咱会先建议讲，因为牵涉的议题有关国内中小企业未来经营的成本，所以政府爱尽量先得到产业的意见甲共识，避免互企业感觉烦恼。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的是，云林县的天狗率是愈来愈严重了。目前是计共有135例，为着要减少网虫的生态，所以县政府这2天是来出动156个人，甲附近的顶南、甲果子园拢全面消毒，也提出补贴的办法。以天狗类确诊案例生活环境和工课顶南，规定开药插上安旗，消毒作业人员徒步行入顶南，以化学防治喷药。要彻底消灭晚虫的滋生，因为云林县天狗类确诊案例持续增加，目前已经达到135例，摆在台南市后壁。除了远离我们社区之外，那它包含了我们荷包公园这边也都是确诊的足迹，所以我们这次就特别针对这个荷包地区的外围的所有的竹笋园、果园做全面性清消荷包村，然后还有水队村，还有高林村、东河村确诊的案数比较多，尤其是荷包村。云县府表示，县内天狗类确诊案例有9城地各溪乡，近期损农染疫的案例持续增加。配合9号云县府协调其他县市部会和民间团体，动员156名力量，将进行消毒作业，面积136公顷的顶南果园顶区域。那一旦清消完以后，我们大概就会封园1个月了哈。那封园1个月当中禁止采收而且禁止农民进入了哈。那一旦农民有进入或去采收而确诊以后呢，我们大概也会寄出双倍的罚款哈。我们补助他6万块。讲到补助嘛，看下无你呗。农民嘛就梗系接受啦。有农民就讲，1公顷补助6万块，虽然不如采笋的收入，但为着防疫会当来配合。至于云林县环保局就强调，到目前各部分的民众无法度配合落实环境管理，已经查到积水的容器资讯决绝103件，采取的金额17万外，后续将会持续来加强稽查。记者有报道。交通的安全有一个民间团体，因的诉求就是过路人爱零死亡，因是打算8月20要去凯道来游行，要求政府爱甲路行互过路人。学者是认为讲，若准讲这民间甲对这个交通的安全是有共识的，就会当帮助这个政府来推动改革。除了执法以外，上重要的就是爱检讨车路的设计。5月中，台南3岁的查某囡仔甲母亲伫行过斑马线时阵封路，查某囡仔不幸身亡。查某囡仔父亲点名过总统参选人，希望提出具体交通安全政策，唔通搁互无辜的民众受害。车弄到你进前，绝对无可能问你讲你是蓝色的还是青色的。赖清德副总统、侯友宜市长、柯文哲市长、郭台铭董事长。
你们身为未来可能的总统人选，应该也要为这个议题发声。在道路上所丧失的这3000个生命，大家可以想一下哦，真的只是这3000个生命的事情吗？背后其实是3000个家庭，甚至是更多的人。乡镇零死亡推动联盟表示，部署已经达标，8月20日会号召各地民众上凯道表达诉求。联盟认为，虽然目前交通部每个月拢会召开道安会议，但过效率无好。最近甲警政署推行执法，佫较是造成人车对立，疏忽交通环境设计根本都有问题。交通学者也认为，需要随开始检讨道路设计规划。假如这个是一个我们社会所共同期待的环境，那我专业者就应该利用我的专业知识去把这样的环境实现出来，就可以变成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大家愿意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往前推动。学者分析，过去交通政策目标是车有效率行驶。即摆民间倡议开路互民，凝聚共识，也是交通思维转型的关键。有希望加速政府跨部会整合，推动新政策来改善交通环境。记者综合报道。艺人陈志强伊进前驾酒赛车去互人抓到，纠察的结果是0.45，这法院是以公共危险罪来甲伊判2个月，会当改纳6万块的罚金。陈志强今仔日去台北地检署报道的时阵，伊纳罚金，佮认真呼吁大家千万都唔通驾酒赛车。地保啊，穿便装，艺人陈志强伫父亲节即天到台北地检署执行可报道，纳一个罚金6万。不要酒驾，好，大家辛苦了，好不好？简单讲几句话就坐车离开。这回来北检是因为今年5月伊啉酒开车被抓到。0.45。隔夜看酒，出去外口食饭啉酒煞了，骑奥多摆2个人相载要登记厝的，因过因为安全带无握无下，才驶无偌久就互警察抓来。经过酒测0.45，犯公共危险罪，互法院判2个月，会当1个罚金。拒测还是要测，都可以。我拒测。进前有家警察大细声，要驾驶红灯正月时阵被抓来，要求酒测，拒绝袂配合。也有骑奥多摆人，伫咧兴隆路半暝驾车，酒测达0.74。对酒后开车的统计，发生事故案件虽然一年比一年较重，不过造成的死伤人数每年也是上万。台湾人很喜欢侥幸，都觉得我一下下没事，还有我可以喝了酒之后就认为我可以开车，我什么都可以，以为他是英雄了。错，这是我们国人对于酒精的认识非常的缺乏。除了修法罚较重以外，长期伫咧送酒驾防治民间团体建议，继续改变个人的观念，对提供酒的业者连坐处罚，对各方面来做改善酒驾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即马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了，面对产业的挑战，全国工业总会是提出台湾经济的6项目标甲8项行动，希望透过因的整理，会当互政府听到产业界的心声。一年一届工总白皮书发表记者会，今仔日再去举行。工总认为讲，台湾目前正面临人口老化、5项欠缺等9个挑战，需要有主体性的经济战略，才会当突破。继续向前行。现在的目标恐怕不是说只是2025年电够用的问题，而是整个长远包含这里面的碳的问题啊，还有整个结构，到底我们的供电的结构长远来讲，这样是不是可以在更好的一个？工总理事长苗宏强表示，台湾经济绿色战略目标包括精简务实经济战略，长久落实教育计划。优先合时营商法规，也有和平通透的国际环境，甲先进有韧性的基础建设，也有高效廉政的政府，而且佫需要8项行动策略，包括台湾打造区域运筹中心，建立互生经济，恢复两岸务实交流。因那产业嘛爱推动数位净零转型，检讨国家能源政策，优化移民政策，善用人工智慧产业升级。工总表示。疫情了后，两岸拢无咧来往，应该爱赶紧重新个对话。希望两岸赶快恢复交流，不要走倒退的车子。不管哪一个
政党哪一个候选人上来，我们还是要提。台湾5项欠缺的问题，廖凤强讲，针对欠电的议题，甲再生能源发展比人较慢，拢造成台湾产业的发展甲经济形成挑战。呼吁政府爱重视工总白皮书的建言，才会当开创产业的新局。记者综合报道。美商台湾科务公司特别撤离而且会有计是200多人，也毋过呢，即马就现即个地主是跳出来讲，这公司的金属废弃物拢无处理，因是直接待伫个农地内底，而且地方政府是拢放点点，所以今仔日立委陈昭华伊就要求环保单位应该爱甲物件全部拢挖出来调查清楚。桃园市环保局稽查人员7号来到杨梅这笪农地，草啊生了比人搁较悬，以铁皮啊为条的。有地主指控，这项放甲台美商科务公司所产生的钛铁矿劣化螺塞，去年8月农地已经互红土砍掉的，地基明显比隔壁田悬几啊公尺。地主表示，我该定情中央甲地方环保单位煞消极无处理。他们也都带过不处理。今天我们认为科目要走了哈，要观察哈，就是不能够再摆烂。在时代力中，立委陈昭华陪同受害地主举行记者会，指出虽然钛铁矿劣化螺塞是会当回收再利用的物质，但不应该堆伫农地。如果他堆在农地，那都是属于不合法的。桃园市环保局说明，并不是消极唔处理。108年的时阵，有伫现场做土壤的检测，符合管制标准。迄时阵嘛，甲丁正林表示会当协助开挖来检测，但爱处置地主的动机。当然这边是可以配合啦，那只是说，因为它的持分人好像有47个，那就是要确认。到时候没有人反对。桃园市都发局表示，针对农地非法乱垦，分别伫105、108年裁罚9万甲6万，最近会搁一届来开发，若搁唔限期来改善，会依上检调来侦办。目前估计有2-3千栋垦伫农地，立委陈昭华要求环保署甲环保局爱协助来开挖，厘清非法乱弹的程度。记者林志文、吴家宝台北报道。台北市文山区有一间国小的老师，伫今年6月去互人指控性骚扰。校方虽然是甲这个老师停一半冬，也毋过后来阁有10外个学生是跳出来讲，因拢有受到伤害，而且因阁指控学校是无扩大来调查。校方是回应讲，即马已经有进行普查，后手也会强化保密，通保护受害者的权益。然后我去做他的大腿，从背后环抱我。往后的7年间，郑以伟也不断的利用权势、言语对我进行性骚扰。讲到高中时期，登去国小的母校所叫老师性骚扰经验，受害人几落摆后甜。特别是文山区某一间国小，一个细体老师向指控对毕业校友性骚扰，毋过代志爆出了后，又搁传出受害者毋哪一个人。20年之间，光是有来告诉我的，平均每1年就有1位受害者，泄露通报者的证据跟身份，也没有提供应尽的法律资源，还有咨商资源。受害者甲立委甲社会团体召开记者会，点出有真侪人讲过，包括老师抱、摸身体，尤其坐个大腿，或者是言语的性骚扰。有一个人是伫读书的时期向拄到，嘛有人是读到大学，或是毕业了后，登去母校向性骚扰。虽然事件是伫6月份爆发了后，校方展开调查，嘛听凭这个老师6个月，毋过受害人表示要求校方扩大调查，扩向拒绝，而且调查阁有真侪问题。从6月12号到7月17号这段时间都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到17号才收到主任的简讯，难道就是明星学校处理事情的方式吗？性平会已经做成决议，那现在已经开始进行做普查的动作了。他这个调查小组也要把这些疑似瑕疵的部分都要纳入调查的范围之内。老师他在学校服务20年，然后过去的职务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是针对这20年来的历届校友，就会进行一个普查。预计本周就会递发这个普查问卷。校方回应，目前已经对这个老师捌接触过学生进行调查，卖重视受害者的文书，未向白菜。安那国教署则是回应，若是无保密，会当处1万到15万块的罚款。希望会当好好将每一个受害者接好调。记者周彦群、王兴忠、王基昌台北报道。
今仔日是8月初8，也就是爸爸节。人力银行就针对爸爸的压力来做调查，结果所发现讲，这个爸爸因平均是4.8档拢无起薪水，这是10档以来上悬的记录。另外有62.1%的爸爸因上大压力就是经济，因是认为讲一个家庭上无一个月就要10万外块的收入，才会当饲囡仔。甲囡仔抱伫手里，那甲饲副食品，那念故事。我先是大家做老爸无偌久，爱做工课，负担厝内经济，怪无用带囡仔甲款厝内，压力是真大。我们之前去看托婴，可能1个月就2万多块，那可能以后这个上学，可能还有安亲班或什么，我觉得经济压力比较大，可能再大一点。因若即个单身生，带科技业食头路，有2个囡仔，虽然阿某2个人拢有头路。不过因为工课无用，囡仔下课了后，都爱送去安亲班，加上英语课、才艺课等等，经济大头是真重。现在赚钱真的不容易啊，随时都会有新的挑战，是我目前最大的压力。人力银行针对全台湾做老爸搁爱上班的人做调查，结果发现，因上大的压力是经济压力，有62.1%，工课压力是58.9%。因甚至认为讲，阿老某2个人总收入至少要有102131块，才有法度饲囡仔。我们这次调查发现说，爸爸的平均月收入大概是接近66000元，显然跟这个目标还是有一段差距。将近1/4的爸爸呢都会进行兼差，希望可以增加多一点的收入。另外，求职网站的调查嘛发现讲，有8成是做老爸人表示，目前无法度兼顾事业甲家庭。另外，嘛有96.9%讲，伊捌因为囡仔考虑要转读，因为目前对生活真难的指数平均是79.1分。调查嘛发现讲，工课场有老爸身份的人，平均有4.8年无加薪水，创下10年来新高。虽然有了小孩就是甜蜜的一个负担，不用担心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压力过大，影响到这个所谓事业跟生活的一个平衡，甚至造成亲子关系的疏离感。杨宗斌表示，拄着通货膨胀的时代，生活开销、贷款、经济压力是真惊人。无论是透过政府或者是企业的力量，拢爱为照顾员工规家伙的角度来出发，打造对因更加友善的工作环境，减轻负担，免烦恼家庭对饲囡仔甲生囡仔意愿才会增加。记者综合报道。这爸母除了上班以外，厝内若是阁有细汉的囡仔需要照顾，就定定会发生这休假无够的问题。所以民间团体托育政策催生联盟，因是呼吁政府爱来修法，甲育婴假放互令该用日也是点钟来请，而且呢，该开放到囡仔8岁进前。医生说，哦，你的孩子肠病毒了，那要再要再停课7天，隔了几天之后又传给大宝，所以也就是说这2个孩子就是那个月就是停课了半个月，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想说，干脆就是辞职回家照顾小孩算了。托育政策催生联盟伫父亲节这天开记者会，表示今摆制度家庭照顾假和事假2种假加起来，一年袂当超过14天。假使爸母伫工课场上的年资无够，就无啥特休假。若准备用育婴假，干那通用1个月来做请假的单位，而且囡仔若超过3岁，嘛袂当搁用，真无合理。虽然现在有育婴假，但育婴假有2大限制。第一个是它只能以月为单位请领，只能用到小孩满3岁，所以根本是不合用的。那当爸妈用尽手中所有的牌，最后无可奈何的选择，可能就是其中一方辞职回家照顾。民间团体呼吁政府爱修改性别工作平等法、就业服务法，而且甲放定育婴假的制度，互家长通用1日或者是点钟来请假，嘛提出诉求，囡仔满8岁进前拢通请。譬如说这个育婴，搞不好他只用了这一个3个月、4个月。好，那其他的事实上，他就是上学龄的时候的照顾的时候，他也有这个需求。我觉得就是让家长他自主来选择，但是我们的法令上要事先一定要赋予这一种弹性。妇女身体基金会也强调，育婴会较有春秋的空间，已经是国际趋势，政府应该对世界的脚步做改变。记者柯家松、夏桂林台北报道。
全球气候变迁，美国阿拉斯加的冰川大坝呢，进前是发生崩花、做大水，有真侪厝拢气候冲害去。伫咧当地的即个冰川的旅游业嘛，受到真大的冲击。专家就讲，过去其实毋捌看过遮尔侪水，即马冰川呢是愈来愈少，所以沿海城市安全嘛受到威胁。地基和大水一直冲入，两岸边的厝规拢倒来。美国阿拉斯加州首府朱诺发生破纪录的大水，不过唔是因为当地落大雨，是因为冰川大坝规个崩起，和山顶的水流来。伫门登霍尔冰川强烈的水流冲入了，当地至少2栋厝被损害，沿海的树仔规排拢挡袂了大水规个倒来。其实偌久之前，这是一个观光景点，有上千上万的游客，拢会坐游轮到这接个换巴士或者是缆车，要亲目睭看这美丽的冰川。The views are spectacular and unbeatable, and they're everywhere. 不过，想要看到完整的冰川，恐怕是愈来愈困难，因为根据阿拉斯加大学的研究指出，门登霍尔冰川伫咧2007到2022年之间，已经退缩8卡球场的面积。专家担心，到2050年时阵，游客中心这个所在将无法度再看到冰川。Not just for us, but for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really coming to see it. And I think most of that is the glacier. So, yeah, when that's gone, I don't know. That'd be quite the same draw for them. 水文专家警告讲，过去从来毋捌看过这么大量的水对冰川大坝内面流出来，恐怕是因为全世界暖化情形影响冰川系统的整体机制。These outburst floods or these glacial dam lakes, that is from a receding and shrinking glacier systems that have these side basins can not filled up with ice anymore, but they can be filled up with water. But these individual events from year to year is really a mechanism of how cold it was that winter, how much snow fell, how much precipitation, but also just the glacial dynamics. 门登霍尔冰川每年拢会吸引几60万的游客来遮，不过伫咧全球暖化，冰川继续消退，最美丽风景以后恐怕看袂到咯。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今年2月，土耳其的大地震有5万多人死亡。在迄当阵，救援员有成功救出一个拄出世的红婴仔。虽然讲伊的妈妈伫咧地震当中往生了，也毋过最近伊的阿哥是真安慰来表示讲，红婴仔有健康大汉，也真好笑神得人听。6个月大阿弗拉伫东洲顶海来海去，生活真痛乐。虽然亲生爸母已经无伫个，也毋过高中阿哥将伊当作亲生，阿弗拉世界充满爱。أنا هاي البنت هاي بنتي يعني مثلي مثل أولادي وأنا ما بتاجر بها. مساعدات ما أجتني نهائيا. أشخاص يعني كأشخاص مساعدات دابة حق حفوضات حق حليب لإلها إيه. أما إنه هالمبالغ اللي إجتني وهاي شيء بتحدى أي واحد وأنا مستعد بواجهه إذا أعطاني أو شيء أو جاب لي. 阿弗拉是伫今年的2月初啦，土石大地当中，伫叙利亚北部城镇金德里斯救出来的婴仔。虽然伊的亲生爸母甲4个兄弟姊妹不幸死亡，也毋过伊伫厝下石头堆中活2钟了后，方救出来。各在段也甲母亲联做伙故事受到全球关注，来自世界各地真侪人表示愿意收养。伫 DNA 鉴定之下，确定阿弗拉甲阿哥的血缘关系。مو معتبرين يعني أكيد هي واحدة من أولادي يعني وولدي مكيفين عليهم كثير يعني والحمد لله هي ضحوكة يعني أي واحد يجي تضحك بوجهه. 沙瓦提目前只是拢会点伫西来公寓，也毋过暗时规家伙会到外口的博房区过暝，因为因的囡仔也处伫地震的创伤中。沙瓦提表示，等伊大汉会将伊安怎获救、亲生爸母、兄弟姊妹安怎罹难的生命故事讲互听。土石大地震造成5万多人死亡。阿弗拉当初被救起来送入病院，父名阿雅，意思是真主的神迹。了后才做阿哥厝内的一份子，都改用已经过身亲生母亲的名。公司新闻吴伟玲编译。在地新闻，咱要来关心的是新北市五股的民义路，伫咧昨下晡，有一个10岁的查甫囡仔伫咧过车路的时阵，刷去互一台乌多摆弄着。家属是讲，其实这个囡仔是有行伫斑马线，也毋过因为现场无监视器，所以警方当日厘清事故的责任。警方于7日16时许接获报案，称于五股区民义路上有普众机车发生交通事故。
经了解为机车驾驶与路人发生事故，警方立即到场测绘，排除车祸，并立即调阅监视器，厘清相关肇事责任。警方是表示讲，这个查甫囡仔是介意一个12岁阿姐，昨下晡4点外行伫斑马线要过车路，结果煞互一个34岁骑奥多摆的去甲弄着，规个面是拢刺伤破皮。对方是讲，其实是这个囡仔雄走出来，伊才会去甲弄着。骑奥多摆的男性目前呢并无酒精的反应，所以事故的原因，警方正在查。另外，咱要来关心的是，今年5月，台中的一运去互工地吊杆焊着，结果造成1个人死亡、14个人受伤的事故。代志发生到今，要满3个月了。有真侪公民团体甲政党伫今仔日是做伙来开记者会，因要求台中市政府要公布所有的调查资讯。台中市府报告避重就轻。今年5月，台中一运发生刑副发吊手落伫车轨，造成1死14伤，公安意外。代志发生到今，要届满3个月，真侪公民团体齐备再去召开记者会批评。台中市府办的重大事故调查报告，伫7月25提交台中市议会了后，一直拢无上网公开内容。公民团体透过市议员处理报告了后，才发现这份报告是旧的，佮重新讲，台中市府根本都无负起监督责任。台中市政府呢，在作为最终端，一方面对于中介公司它的风险管理负有监督责任，二方面对于新复发建案的施工也负有监督责任。另外，公民团体认为这是系统性问题，这份4个月罕见发挥工程设施的规范无完备，安全检查也无彻底落实。尤其意外发生了后，竟然用51分钟才找到事故的罹难者，而且涉及死亡的命案现场，安全过渡到都是应允。那我们为什么容许一个在这个事故的原因都没有做调查、做分析以前？就可以冲出的一个恢复营运。公民团体强调，会继续推动连锁行动，要求台中市府公开所有资讯，一直到重大事故真相厘清。目前已经有30个公民团体、4个政党，甲超过450个个人联署。那到中昼这个为止，台中市府拢无对此来回应。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县要请国小的国教老师，不过即马煞互人检举讲，其实因录取的人根本就无符合资格，因为拢无国教的相关专长，互彼此的人是感觉真无公平，所以要求县府互因一个公道。有一个小姐参加花莲市某一间国校国教班的教师真气，因为考无调，心情真歹。因翁婿伫记者会要求县府大讲互清楚，是安怎建中顶悬明明写考生的资格，都要是国家相关科系毕业，不过将其尾考掉的，却是一般音乐系老师。是想为特定考生解套吗？如果是音乐系都可以来考，那为什么你不在一开始拟定简章的时候就清楚明定，只要音乐系就可以考？这个有争议的教师真气，6月初4初试的时阵，其实就有人检举其中一个来考的人，伊的身份是这间国校现任音乐班的代理老师，并无国家相关的专长，哪会当报名？不过7月14放榜了后，这个资格受到争议的考生却是考调，引起教育界议论。你仅具备有西洋乐器的修习的一些相关的证明，可是你却来教这个国乐的部分，那他的这个指导的资格是不是真的能够符合他的教学？县府表示，6月初7已经请教检委员会调查，最后认定一般音乐系考生冇符合报名的资格。不过是安怎简章标示了后，阁要扩大解说，还阁有安怎认定等等的争议，教育处无法度加做回应。3次考生都是相关的系所，所以他都具备相关的报考资格。为什么招生简章还要解释？这个如果简章当中都说不清楚，那是谁的责任哦？花莲教师真试出问题已经不是头一届，2022年有国文老师的真试却是考英文，还有考生迟到资格互撤销，结果县府败诉等等的问题。陈正仁表示，这届嘛会提出诉愿来保障家己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既然打卡的温泉业者去互人发现讲，因的票券拢无信托，所以违反消费者保护法。县府除了是甲这件代志公告伫面册以外，嘛依法甲业者罚3万块。也毋过业者是法冤枉咯，因为因是认为讲这县府对契约的见解是无同，所以决定要来提起行政诉讼。既然大会温泉红路经营业者所认的票券无信托，抑佫违反消保法未经注明使用期限的规定，县府认为有问题，对外公告，并且依照消保法罚业者3万，上调解委员会，看是毋是重大违约。所以我们为了确保消费者的保障消费者，所以我们予以公告，让消费者知道这个票是有问题的。大会温泉红路有南汤加鲁汤两大池，方便将洗温泉。县府兴建了用 OT 案件委外经营，过去就捌发生业者家己卖无经过核准的预售票，县府就终止合约，强制收回接管，厂商不服，申请仲裁，县府败诉，业者伫去年佫摕到经营权，票佫被质疑。因为我们跟政府是打合约，但是合约上面有争议程序，有争议的程序在照合约上面走了。那行政的程序不能凌驾于民法。业者法冤枉，公家县府对契约的见解无同，票券信托本来就应该由县府提供，县府不应该单方面认定违反，会阁提行政诉讼维护名声。如果是这样有疑虑的话，我是不会买啦。会担心啊，违规票券。就觉得权益会不会有点担心权益受损这样？会受损啊。并将对大溪温泉红路票券一直有问题，正担心权益嘅受损，园区委完了一直拍官司，对当地观光嘅名声正歹。县府甲业者若是无法度决定解决问题，受害依然是民众。记者综合报道。家己的落脚有青年农民是来试种一种甲手变大的西瓜，而且呢，连这西瓜的皮拢会当食。虽然讲目前这产量是真少，普通的菜市啊买无，干那高级的果子市场才有咧卖。也毋过这款新的品种嘛，打破大家对西瓜的印象。对啊，西瓜什么？不知道西瓜什么。一刀甲西瓜破开，这是大家食西瓜进前真熟悉的画面。但是家己县的六甲乡有青农种一种比一般西瓜更较细品种，大细粒真正差真多。国内的家庭人口可能它的结构可能变成小家庭会比较居多，或者是单身或者是夫妻俩，这可能一次就可以把它吃完，就不用担心它还要储放的问题。对产销班长来到门市采收，一粒甲手面差不多大的西瓜，重量550公克到650公克重，连皮拢会当食，食到的人拢讲口感有影真特别。多一个口感，然后很脆，又很甜。这个很小很可爱，一次吃完都不会觉得很大颗。一般咱青农的拢会就该去糖煎嘛，就是糖是一些比较新的品种。那我们也是跟农友公司合作，针尖小面去试种，看是不是先试水温。那我们发现其实还蛮让那个消费大众喜爱的。产销班长表示，目前因为种植的面积无大，所以伫一般市场抑阁买无。未来已经有暗算要来扩大种植的范围，希望这六甲乡的农业特产带来新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举办木雕修复师的体验活动，用台湾府城红庙修装86档的昭和12年的这个宫庙顶的刀来做教材，带学员实际来操作修复的流程，嘛进一步让因理解保护文化资产的重要性。学员固伫咧顶下刀头前，先观察顶头的刀样、花鸟甲人物倒位有起角，落尾对着西花骹步，甲要修复的所在黏字笔纸、兼描画形，这是修复进程的基础工。学员修复的是有86档历史的昭和12年蒙陵顶下刀，因体验做一工加当入石榴木雕修复师。了解到讲，伊这个加当入石榴原价到底是安怎来？他们是怎么样子修复啊？然后修复的过程会有多么辛苦？这个物件要去揣摩出来，迄是最重要。因为修复的工作大部分拢做甲一个知影人个去雕刻尔，啊，毋过你知影雕刻，毋过你毋知内底伊的内底的内容是啥物物件。老手问讲，加当入石榴是府城特有的工艺，利用加当甲石榴两种质地甲定度不同的木材滴落去的技术。这摆活动学员除了学到艺品制作的知识，嘛体验修复过程的趣味。另外，庙方表示，庙内有丰富的文物，上快出名的是府城
4大名片甲大算盘，伊嘛安排专业的老师甲学员做详细小解。香炉啦，金炉啦，花干啦，一寡物品啊，拢有保留啦，拢伫迄个文物馆做展示。为着要推广宗教观光，台南市管理局甲木雕师刘正文合作，头一届规划深度宗教文化活动，木雕修复师体验及开放报名订满。管理局表示，未来有规划要甲台南的文化、工艺甲观光做结合，推无共形态游程。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体育消息要来关心的是 U12世界杯少年棒球赛已经煞过了。台湾选手是摕到亚军，为着要让囡仔加接触棒球，所以台电是等到今年疫情缓和，才搁办棒球的营队，是由国手来带学生囡仔做伙来熟悉棒球。5天的活动精彩搁趣味。OK， 也不要踩在拍里面，也不要踩在外面，不要踩在。担任指导教练的球员廖俊凯是今年中国杭州亚运的棒球队国手，提醒学童安怎正确跑垒。有学生是第一届接触的棒球，讲有一点仔紧张，不过也是希望学着打球的技巧。因为我第一次打棒球，我觉得我想当打击手，让他去熟悉。因为棒球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来参加就是可以锻炼身体，然后以及就是透过棒球，就是可以培养一些团队的精神。台湾精神是国球，台电棒球队内底嘛有真侪国手，这届全队拢要下场指导，尤其廖俊凯9月下旬就要代表台湾出赛。这次担任指导教练，上想要传达纪律，还有礼仪的观念，技巧颠倒是第2，因为要让囡仔伫咧佚佗当中就爱着棒球。目前现在就是像他们，就让他们快乐去打球，这样子到球场上就开心一点。更小就让小朋友爱上这个棒球，然后更多的投入，那对我们国家未来的棒球的发展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成果。5天的夏令营将会为跑垒、基本的团接球，到最后分组比赛。主办单位嘛希望借助互棒球的运动，为细汉的来推广，让囡仔透过运动身心更加健康。记者王刘婷、陈hen君个报道。墨西哥北部的东峡谷是美国大峡谷的4倍遐尼大，会当坐观光列车来游览。9点钟的车停是2月过来的磅坎甲桥梁，沿途咱嘛当看到原住民的部落等等，是互国家地理杂志讲是世界伟大的火车旅行之一。喇叭响，火车之路开始。自边地慢慢爬起哩东峡谷正架的山壁，尤其通仔门开开吹凉风，下手机啊翕通仔门外口美丽风景。这个观光列车雪皮自北部的西纳罗亚州要去奇瓦瓦州，9点半前久内面会过37座桥，286个磅空。真侪外国游客是专工来坐这个火车，体验原始的墨西哥风情。C'est aussi une façon de découvrir le Mexique. Bon, c'est sûr, le Mexique, beaucoup de gens connaissent les grandes villes like Cancun ou Acapulco. Maintenant, on veut découvrir un petit peu par un autre chemin. Donc, ce train, c'est l'opportunité. 列车的装潢无算正高级，也毋过是逐项拢有。通仔门正大片，会当互你看风景。餐车供应3顿加点心，一路是轻轻松松。也毋过这条路线除了会经过顺坡的原住民的村庄、蒙明杰所落出生的地点，同时也是毒枭正创手的所在。甚至起点洛斯莫奇斯就是有名的大毒枭也要在古兹曼2016年被抓到的所在。美国政府警告因的国民，去这个所在要特别注意绑架加治安的问题。这捌发生过武装团体攻击村庄的犯罪事件，互观光正受影响。也毋过这文化加自然景观也是正吸引人。Afortunadamente, gracias a Dios, los grupos armados hasta ahora respetan al turista. No los roban, no los asaltan, no los agreden. It's a beautiful train and a beautiful trip, and it's not that far for us, but to be able to go to a place that's different and see Tarahumara Indians and enjoy the cuisine and 79岁对美国德州来的马哥带规家伙仔，包括2岁到12岁7个孙，最近来这段特殊的旅程。伊讲，唔是要互伊的孙冒险，是希望厝内人拢会当好好体验人生。经过评估了，相信袂进入毒枭火拼的战场。伊讲，东峡谷比大峡谷大4倍美丽风景，真正这世人一定要来一转。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辑。
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巴塞隆纳是正闹热的观光地区，也毋过所有人是伫路边来放尿，所以为着要互环境呢会当较卫生的，都有艺术家是伫街仔路来安彩色的尿斗啊，希望讲大家会当提观光的心。巴塞隆纳路边的高墙顶，最近有一寡色彩正水用纸糊的放尿槽，这是西班牙城市艺术家琼科萨上新的创作，用这种装置艺术提醒民众唔通搁在一个高级的边边乱放尿。Very, very good artistry. I think you should have more of these around all of the key sites, just to bring home the awareness of the smell and the facilities that are needed as well. 西班牙第二大城巴塞隆纳，湾地中海也是加泰隆尼亚的首府，全市有160万人口。相传是旧加泰基的将军建立，建成已经超过3000年，了后罗马人统治，所以巴塞隆纳的建成时间是比罗马更较早。不过，这座文化古城则因为民众无公德心，四处乱放尿、臭毛毛，所以艺术家琼科萨想要做改变。normalizado que Barcelona huela pipi. 琼科萨希望今年热天会当伫巴塞隆纳装100个这种放尿槽的装置艺术，提醒民众较有公德心的爱护这座城市。公司新闻今晚请编辑。这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这个中南部地区受局部性的低점阵雨，也是雷公雨会来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这个落雨的雨势是真粗，阁有局部性的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甲东南部地区也阁有偏雨金门，也是有低점阵雨的情形。下晡时，这局部性雷公雨，大家爱加加注意咯。下晡晡这天气是要安怎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31到34度，中部地区29到33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30到33度。外岛地区是28到33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Thank you.